来敬拜伊。愿祈祷来到你脚前，我的罪
开始的第一个主日，咱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咱恳求上帝帮助咱，在新的一年，甲上帝会当更较有亲密的关系。求上帝，互咱有一粒顺服、委身、服侍的心。咱大家为着家己来祈祷，恳求上帝帮助咱，甲咱的主有更较亲密的关系。来跪下来祈祷，主感谢你，在你面前献上我的祈祷，献上感谢。哦，主啊，你是我的主，主啊，你是有充足的一切的主。我在你面前献上我的祈祷，我的感谢。主啊，感谢你，你带领我你一年过的时间。主啊，是讲伫中间无关山要嘅所在，主是阮让主你无法度的行。我来感谢你，我伫新的一年开始，会当把遐个机会伫主你面前来献上我的祈祷，献上我的感谢。主啊，恳求你教阮三个弟兄，你帮助阮，互阮新的一年开始，主啊，让你当今日建立我建立我的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主啊，上帝，我感谢你恩典。主伫新的一年开始，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的祭。主，你知影阮每一个人的需要，你知影阮每一个人心内艰苦的所在。主，总是阮愿意将这拢带到主你的面前，阮要挖靠你来得到胜利。我就相信主，你要教阮三个弟弟，恳求你帮助阮伫新的一年开始，阮愿意将阮家己献上伫你面前，来恳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伫新的一年。我要立志，我要甲你有更较亲密的关系。主，你帮助阮，互阮甲你亲密关系建立的中间，主，互阮会当定定经历你，互阮会当来拄着你。主啊，帮助阮，互阮的性命会当得到更新。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倚靠，你是阮的源台。主啊，阮实在是无法度做啥物，总是阮会当将阮家己通过祈祷。主啊，因为你已经将主耶稣基督赏赐予阮，也通过主耶稣基督将迄个布幔拍破，予阮甲主上帝你会当直接来通过祈祷来结连。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祝福！愿搁一届将阮的性命交托伫主，交托你的手中。愿你的恩典、你的祝福满满伫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你所听的百姓中间。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名求，阿门。感谢主，咱教会一直是真健康的教会，咱一直有新的同工在起来，特别伫今仔日，咱有侪同工要就任，
有中级团队的首长、小组长，今日要伫上帝的面前来立志，要来就任因这个职务，这个职务是要回应上帝对因的听，因愿意将家己献上来服侍上帝、服侍人。咱特别为着这兄弟姊妹来祈祷，这领袖毋是要偏颇因家己的职务，这领袖、这职务是要伫上帝的面前，会当更较谦卑来服侍。咱为着因的心来祈祷，为着因未来服侍来祈祷，愿上帝甲因三个弟弟帮助因。也恳求上帝伫因头前的道路顶面，拢有满满的稳定甲祝福。咱为着因来祈祷，主啊，感谢你，祝福你来祝福所有这兄弟姊妹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这是何等大的稳定甲祝福！主啊，通过侪大道勇士的祈祷，我们教会会当持续行伫上帝的道真理顶面，互教会真侪这个社区、这台南市的港这个所在的人。主，我们感谢儿你，我们搁一届将今仔日要受差派者的大道勇士交托伫主的手中。主，愿你圣心甲三个弟弟，主，这是因伫暗室内底的祈祷。主啊，你看重因的祈祷，你看重因所流的目屎。主，我感谢你，将因抹伫你的身躯中间。主啊，你安慰因的心，也通过你帮助，互因会当伫服侍中间得到主你满满的稳定祝福，也互因的心会当得到开阔，得到透放。主啊，你的医治就临到所有每一个兄弟姊妹中间。主啊，感谢你通过因的服侍。主啊，阮知影阮教会伫头前的道路顶面，的确有上帝你的稳定甲引带。阮祈祷靠主耶稣名求，阿门。为敬拜我祈祷，我仰望你的手，你的耶稣，我手会通做。为敬拜我祈祷，我所的真相，我拢会破灭，我的高贵，让你向姊妹咱做伙起立来敬主。今仔日礼拜所有的服侍同工来祈祷，恳求上帝赏赐因有一个
热情服侍的心，谦卑服侍的心。伫每一届服侍中间，拢会当通过服侍来领受上帝的疼，来回应上帝的疼。咱也为着牧师今日讲道来祈祷，恳求上帝帮助咱，也帮助牧师今日讲道中间，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智慧，就要临到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来帮助咱伫新的一年开始，充满上帝的快乐。咱来开声，就来祈祷。主啊，谢你有的。主啊，将今日礼拜所有同工拢交托伫你手中。主啊，你是听主。主啊，恁服侍中间，主啊，检查因拄着困难，总是主阮相信你是因的关怀，你是因的明白，你要互因伫服侍中间忧伤变成喜乐，你要互因伫服侍中间得到上帝你的欢喜。主啊，阮特别为着今日礼拜牧师的讲道，献上阮的祈祷。主，恳求你通过牧师的讲道启示阮，互阮当伫这中间得到上帝你的智慧启示。阮人生的道路顶面，因为上帝话语正做阮的头前的帮站。阮为着今日这礼拜献上阮的祈祷，献上阮的感谢，伊就靠做耶稣名求。你的话点我心，让我茫茫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让我无外靠的心，互我茫茫行落去。主啊，
说。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为生活陪你。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基步，将你的条分用出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基步，将你的条分用出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息高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我归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息高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我归主你。我的方向要了你，我的望就要感谢你，你的信息高万世代，你的主爱我归主你，你的信息高万世代，你的主爱我归主你。我的方向，我的方向要了你，我的望就要感谢你，你的信息高万世代，你的主爱我归主你，你的信息高万世代，你的主爱我归主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息高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我归主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息高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我归主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息高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我归主你，你的主爱我归主你。咱唱圣诗258首。听人这声感谢上帝，听人民高
慈悲听人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赏赐阮新的一年。伫这个第一主日新年，阮搁一遍组织伫你的圣殿，伫遮献上阮的感恩、阮的懊恼，以及阮对主你的称谢。因为上帝你无限的恩典，互阮来平安度过2021年。主啊，伫新的一年。愿你的恩典继续甲阮同在，互阮领受到你的恩典，继续向前来行。头前的路检测阮袂当切度，总是阮确信伫主你恩典的下面，我们经过一个荣耀主的人生，经验一个上帝恩典满满，伫路上真有油得滴这款美好的人生。主啊，愿阮今日的敬拜也归荣光伫你，逐个人。伫你的面前吟诗而乐，感谢祈祷，以及领受你的话，白白拢得到帮助，白白拢得到激励，也白白拢得到快乐。愿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地底，也带领要伫路中所有兄弟平安到伫阮中间，也伫出外伫网络甲阮做伙同心敬拜。愿主的圣神拢甲阮同在。这是阮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姊妹，咱煞接礼式的中间，咱今仔日。礼拜有中级甲各首长的就任式，拢要伫第一场哈，所以请大家联络，才会所有要就任的同工会当伫讲道后，咱要做伙来就任。搁煞接嘛有咱的即个祈祷大祷的勇士的车派礼，愿主来保守，多谢咱甲时间交互师会。咱三个来启用启文第40篇。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设立兵天使徛伫树后。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统帅，伊的阳光上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大约我袂无啦，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踮伫嘴唇无清气的子民中间。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设立佛天使陪我来我遮，将炭捂我的喙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到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人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伫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阮带着感恩渴慕的心来到圣殿敬拜你。主，你是阮永远的倚靠，也是阮祝福的源头。阮要时时跟对你。愿伫新的一年，拢有你的保守甲引带。
主啊，为着过去的一年献上感谢，随望全世界陷落伫疫情的灾难下面，总是你恩待台湾，恩待正教会，互阮平安度过艰难的一年。伫困惑中，阮更加定义你的信息甲稳定。伫新的一年开始，恳求主你赐阮所有兄弟姊妹，无论伫家庭、工作、事业、甲人际关系，拢有你丰盛的稳定，互阮领受丰盛的性命来见证你的圣名。伫新的一年，我嘛要学习用你欢喜的方式来敬拜你，求你更新阮敬拜性命甲态度，互阮用虔诚谦卑的心来敬拜。伫每一届的敬拜中，阮较无甲你相赌，愿你的宝座设立伫阮的敬拜中，荣耀同在要充满伫你的圣殿，充满伫富强教会。伫新的一年，主，阮要更加爱你，因为阮拢是你用重价赎回的百姓。阮要献上阮家己诚做活者，是圣洁的，是你所欢喜的。但阮无甲为着家己来活，是要每一日为主来活。当阮为你来活的时，阮就通知你对阮个人、对教会、对世界的心意甲教会。阮要全然来委身传扬基督的福音。伫新的一年，求你更新阮的性命，阮用新的心、新的神，按你所查的标，就是丰盛性命活见证，委身基督传福音。向前勇敢地跑走，阮伫2022年过得较有意义，更较有价值，更较丰盛。愿主赐福，阮来感谢祈求，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耶稣着记定我，你的心高临高喜喜。耶稣着记定我，你的心高临高喜喜。做伙来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两位的所在。第一位所在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26节到29节。兄弟姊妹，就会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时，照人的标准，恁中间无偌济人有智慧，无偌济人有能力，无偌济人属上流阶级。上帝故意用世间人看做戆的代志，来互巧的人见笑。上帝用世间人看做弱的代志，来互强的人见笑。上帝用卑贱的世间人所藐视的、看无上目的代志，来破坏人所看重的。对安尼，世间就无人会当伫上帝面前夸口。第二个所在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5章57到58节。感谢上帝，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互咱得到胜利。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着徛在，毋当摇动，着常常一力为主做工，因为恁知为主做着无做工，一定袂落空。这是咱请圣乐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为着主的荣耀。因此说，咱请牧师来讲道。今日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赢得生命服侍。我主
天上的路，主温柔看我手，因怎我到我命最终，互我安息地，你要叫我永存。你要叫我我的困对你应做，我的荆棘是让我在意，我的恶乐你，尽我一切困难，我的尊重你，听我一切所做。我为着荣耀主来我们为着荣耀主来我们的来因他主我掉，我们用智慧给我一句，我们特别用心中的，等我们为了荣耀主来我们我的尽大一切归难，我们尊重你，尽我一切所做。我为着荣耀主来我们为着荣耀主来我们为着荣耀主来我声做来学了主，感谢主，多谢圣歌队美好的服侍，我向这位大家平安。迎接新的一年，虽然台湾人对这个新历正较无遐尔重视啦吼，总是现在咱的工作习惯以及咱的生活，拢用着新历的年在做标准。愿主保守咱新的一年伫主日，咱做一只敬拜上帝。今仔日咱也要举行中级甲首长的就任式，以及咱的这个大道勇士的这个彩排礼，愿主将恩典赏赐伫咱中间，伫咱迎接新的一年，是毋是咱大家先互相来祝福一下吼？讲新年恭喜，耶稣听你甲隔壁来请安一下好无？多谢。新年恭喜，耶稣听你，愿主受恩赐福，感谢主。检采伫这连续假日啦吼，有的兄弟出国，所以咱教会依然继续有这个网络的直播。我望讲，无论伫在场实体礼拜，也是伫外面伫网络顶面，咱敬拜上帝心拢是共款的。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进前，同心来做祈祷。主阮的上帝，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有新的仰望，有新的上帝你的恩典恩膏伫阮中间。愿阮今仔日所领受话语，会当帮助阮搁一遍来确认，阮伫你面前所做的服侍是荣光主的服侍，是上帝你所赐福的服侍，是未落空的服侍。愿你保守，互阮透过你话来得到快乐。特别今仔日要就任写的所有的同工，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有这个礼式吼，所以牧师用较简洁的部分，就是拄则咱所读的圣经节，搁一遍来唤起，还是讲来确认，搁来提醒咱大家伫主的面前，这个服侍的意义，这是一个赢得性命的服侍。赢得性命有几啊种意思，咱小等下咱搁一遍来复习。咱拄则所读的两位圣经节，我感觉对伫每一个来到伫教会，事实今仔日只有10几位的兄弟同工中级要就任，
但是请会记得，这个服侍唔是咧限定有身份、有职分的服侍，是每一个愿意敬拜上帝、真做门徒、欢喜做服侍，伫任何的岗位，包括你甲一人传福音，你甲一人邀请伊来到教会来参加聚会，这个拢是服侍的一部分。所以，那安尼的话，咱大圣先爱超越这个圣经内面。保罗先生对咱的提醒，讲兄弟姊妹啊，会记得上帝呼召恁的事，爱会记的，表示讲有时咱会互世俗的事，互家己的颠盘无用的事，扰乱着咱的心思啦。伊讲你爱会记得上帝呼召恁的事，照人的标准。意思是讲，那一般的人安尼看吼。恁是啥呢？恁中间无偌侪人有智慧，无偌侪人有能力，无侪人属于上流阶级。意思是，当咱受呼召的时阵，爱先会堪得，互人指指点点，互人批评，互人看轻，这是头一段。若是讲头第一课，你要受呼召做主的工，你爱先互一般的人的标准看作是。无智慧、无能力，毋是伫什么款的阶级。但是27节讲上帝故意用世间人看做戆的代志来互巧的人见笑，用世间人看做弱的代志来互强的人见笑。意思是决定这个价值，决定这个结果，还是讲最后是到底什么人成果是上帝拍定，上帝。成做最后的决策者，成做最后的评判者，成做最后迄个裁判讲，比落去送赢。这是基督徒受呼召要做主的工，你爱先有这个足强的认识，也是讲足强的心智。保罗安那解释讲，上帝用卑贱的人、卑贱的世间人所表示的，看唔上目的代志，来破坏人所看重的。上帝。伊要互咱的价值观，上帝伊要互咱的整个的这个看法、眼光，拢是甲世间人无共款的。伊讲安尼就是互世间人无人会当伫上帝面前夸口。咱等下佫分别来做一寡学习啦吼。第二段是一个鼓励甲肯定的经节，哥林多前书的15章27到58。伊讲感谢上帝，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互咱得到胜利。请会记得，所有一切咱头前所看的，无论互人看作愚妄，互人看作丧香，互人看作毋上目的，请会记得，因为耶稣基督咱得胜啊！若无耶稣基督，咱所做一切拢规日空空，拢加做的，敢毋是？但是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挽回，耶稣基督的保护来呼召你，耶稣基督的保护改变咱的心智眼光。就亲像保罗讲，前我看做是宝贵的，我今日甲看做粪扫。这个是基督徒，是个人讲入门的第一课。若无这款的心智，咱做了会艰苦，会忧闷，会烦恼，会苛刻，会做的遐心内不平拢出来啊。但是靠着耶稣，咱得到胜。所以保罗这边嚟咱讲，兄弟姊妹，要徛在，唔通摇动。徛在唔通摇动，表示讲吼，你的确有足侪引诱哦，的确有足侪人甲你安尼支持，或者甲你看无安尼。你若有徛在无摇动，你若常常尽力做主的工，恁在为主做工的条件一定袂落空啦。最后一句是上帝所予咱一个印证。意思是所有一切付出，上帝一尽忠包，上帝一尽来甲你算在来。中间你有损失，你有忧伤，你有流目屎，你有艰苦，你有流汗，甚至死失。用这个经节，咱复习一遍，咱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上帝是咧竞选世间认为愚妄的人。愚妄的定义，对人的观点来看。真少是聪明的啦，真少是有能力的啦，真少是有权地位的。所以表示讲，对教会
设立开始2000年来，真侪人甘愿做戆人，安尼就对啊。吼，真侪人来教会，就是你先甘愿互人看做戆人，啊，若袂才来安尼。啊，即句你若牵袂落，即句你若无法度人领受，你就无去担着恩典的滋味，袂当去担着上帝祝福的滋味，袂当去担着伫主的内面得到灵魂是何等快乐的滋味。你都惊人讲你是戆人呢？啊，戆人就若毋是戆人，毋是伫主的内面，咱就袂做代志啊。啊，所以即个定义是保罗讲的，讲伫世间人的观点啦，吼，世间人的观点。但是呢，颠倒上帝吼是反转的，上帝是改变的。上帝安怎？上帝的竞选的确是竞选世间人所认为乱足的，竞选互坚强的人来见效。啊，因这是咱要互华语的，拢共款有共款的这个大纲啦，吼啊，所以这是较中文式的乱足甲见效，这是上帝所要爱。但是重要是伫遮啦，当然是你徛伫人的这边，就是软弱甲见效嘛。啊，你徛伫上帝这边都毋是啊咧。啊，只是讲咱人的心智，免啊较面对整个世俗社会，咱所看会到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啊，你的亲情、你的厝边，这拢是世界人看的角度咧。啊，这基督徒找到这款真正坚固的心智，讲上帝竞选世间人所轻视、厌恶、认为不足轻重的。这个就是讲，伊完全毋是靠家己啦，毋是用家己的能力、智慧、地位，也是社会影响力拢无。啊，所以来推翻一向，互人看做重要的。安尼就表示讲，互人无伫上帝面前无通夸口。即句话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讲我家己无搁再用我家己的身份地位、口才、能力、文书来夸口，因为我伫上帝面前一切什么都不是，只是上帝恩典疼我。就亲像保罗讲，伫万人中，我就是罪魁。即款的心智咧服侍主，才会甘甘愿愿呐。即个心智服侍主，才袂安尼苛刻见怪。因为吼，你感恩都袂赴啊，啊，佫有啥物通好苛刻的？啊，所以伫人伫上帝面前无外口，是家己本身。佫一项是因为你伫人看做是愚公无高贵，啊，佫逐项真软弱的中间，你还会当成就这个。啊，你的迄个心智祝福，互人讲跌破眼镜。啊，即个人啊，用遐侪时间咧服侍主，啊，哪会伊的结果是安尼？因会感觉讲足戆业、足奇妙，互上帝所拣选的人是何等的尊贵。啊，即个才是上帝使用人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兄弟姊妹，你承认为讲是安那，你是愚戆的。你若家己吞会落去，安尼做代志愈做就愈快乐。是安那，咱会感觉咱是愚戆的。咱若欢喜做，咱就是承认拄则保罗所讲的嘛。第一是咱谦卑承认家己的不足，知影我所欠缺的有限，能力有限，啊，我的资源有限，我所会当有切的事嘛是有限，所以承认家己的不足，当然伫人的中间看是愚戆的。第二是做迄个世间人感觉无利可图的啊，哦，足侪人来教会做工，逐个人拢是义工嘛，逐个拢是义务的嘛，啊，先啊，你会欢喜放落迄个吼。那这世间人即嘛是足精准的，1点钟吼，啊，今年1月初开始吼，讲咱的钟点会开高安尼，1点钟拢会算钱呢，算偌侪钱呢？世间人看做你来教会根本是无利可图，那这敢毋是愚妄？第三，你
看见别人的需要，毋是先为着家己，是看见别人的需要，认为别人的需要来满足伊，来帮助伊。啊，别人感觉讲啊，这是愚妄的，因为世间人拢知影嘛。啊，讲吼，各人自扫门前雪，吼，莫管他人花上霜。什么意思呢？是讲我著家己吼做我的就好啊，别人莫插伤多啦。特别现在这个非常重视隐私的时代，咱吼别人代志较莫察觉到，吼，较袂去轻当去卡着啊。但是伫世界人看做不足，看做无利可图，啊去帮衬别人，这个当然互人看做是愚妄。但是兄弟姊妹，请会记得。愚妄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啦！啊，戆甲巧吼，要哪分辨呢？互人看做愚妄的人，伫主内面是真正有智慧。啊，这才是咱基督徒所咧注重、所咧追求的。意思是，咱来用较表面的性来讲，咱有时看到表面的啊，看到是无好，但是伫下面，迄个真正的珍贵伫下骹，就亲像一块玉，迄个水的玉啊，有时藏伫一块安尼毋上目的石头的内面。一粒珍珠放伫一个看做啊，都平平素素吼啊，迄个蚌壳内底。但是咱所看是内面迄个珍宝。啊，所以愚妄的人真正有智慧是，毋是伊人看的愚妄，是真正有智慧。伊是照着主耶稣基督来得胜的。伊知影伊靠家己的气力有限，袂当成就什么，也嘛袂当永久，总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互伊得胜。第二是愿意无时艰苦啦，无时劳苦为主来工作。啊，家己的工课放下哦，真侪会友吼，真侪同工中心吼。去年的工课足侪生意将无用，啊，都爱去出差。伊讲啊，这教会工我袂使停啦，啊，所以哦，请息咧哈。有真侪足重要的约会，甲死掉。而这是我甲上帝的时间，真侪宝贵的见证拢是伫遮出来。早前咱台湾拄啊经济咧发展的时阵吼，逐个人拢无迄款休假的观念，对无？迄一礼拜做7日，迄基本的嘛。啊，暗时加班吼，迄差不多安尼。啊，所以吼，迄个咱进前迄几十年，台湾咧经济发展的时，大家感觉讲哦，台湾钱淹骹目，会当趁到趁伫咱的厝吼做家庭经济吼，啊家庭的工厂拢足侪人安尼经过啦。但是就是有一年基督徒，伊感觉讲。趁钱是必了无毋对，但是吼，甲上帝亲近的机会更较重要。所以有人宁可伫敬拜的时间、服侍的时间，甲伊工课放咧；有人开店，甲伊的店暂时关起来。讲实咧哈，啊，阮即阵要去教会，甚至甲伊的员工讲，早起做礼拜吼，若要到我去做礼拜吼，毋免工作安尼。啊，所以伊就用安尼来做见证。但互人感觉感动的是讲，伊无因为安尼，伊的事业就比人较歹，伊的工作就效率就比人较少。佮我讲的，伊的营业嘛无比人较少。上帝用即个来互人看见，伊即个人伫别人的眼中看到是愚妄，总是有信用。看起来是安尼啊，教会为主，但是呢，服务我嘛无比人较差。啊，所以人讲迄个客户拢袂走啦，因为你著开门我才来啊。啊，所以有智慧的服侍者，伊知影讲，伊所要得到是最后迄个荣耀，上帝最后的恩赐。所以保罗才甲这服侍者讲，为主做工，毋是空空，绝对毋是独然的。兄弟姊妹，我会记拄啊好，伫我青年时代吼，拄啊开始来读神学院，啊，我就
迄阵学校吼，哇，逐个人开始安尼足侪活动吼，拢爱用一本迄个歌册啦吼，歌册。即个歌册就是讲，迄阵吼，阮迄个时代还阁足受美国迄个音乐的影响吼。少年囡仔拢嘛听西洋音乐安尼吼，有真侪遐足趣味的、足好听的歌吼，就看见讲，有人吼甲编一本，足水足好唱的诗歌，有吉他来弹搁较好吼，大家足热的就对啦。迄阵吼，后来才知影讲，原来伫迄个时阵有一个专门在做，已经是咱台湾吼一个做山地服务，吼山地服务的即个足先锋的就对啦吼，叫做百达山地服务团。我知影是大概是用高一吼，迄阵有一阵医学生，因当时知影咱台湾的迄个所有的医疗吼较无遐尔发达，所以才会医学生就招一个团队，当然会请伊的教授老师做主治医师，去到山顶原住民，因为伫高雄嘛，所以拢大概是去排湾族、去鲁凯族吼，去咱即个纳马夏吼。桃园乡遐个布农族伫来做山地服务。即阵人呢，其中一个领导者，就是已经退休的陈永兴医师啦，陈永兴医师，已经70岁啊。伊若捌伊的人就知影，特别是对民主运动的人，搁较捌吼。伊为着台湾吼做足侪的工啦。虽然是伊是一个精神科医生吼，但是大家捌伊拢毋是医生，拢是伊对社会做贡献。因即个团队为着要募款，所以就甲当时较无啥物版权的概念，所以伫一寡西洋的音乐，台湾的音乐，伊就甲伊定制谱，迄简谱做足简单，有迄个吉他迄个鼓，互人弹安尼，迄叫做三支组曲吼，搁掺海的韵律安尼，毋知甲我共这阵会人有唱过即两本无安尼吼？即个陈永艺术少年时代。伊就足热衷啦吼，热衷伫迄个山地服务，也是用迄个送乡人的服务安尼。所以伫足少年时阵真够写作，伊就写一本册叫做《天公听戆人》，吼，叫做《天公听戆人》。伫遐咧讲呐，佮分享伊关怀弱势的理念。最近吼，应该是去年吼，伊出版一本伊家己个人的一个回忆录，吼，这个回忆录，伊叫做吼。70自述啦，吼，70自述。伊讲是我的人生交响曲。表示讲伊的主业是精神科医生，不过吼，伊做足侪社会工作就对啦，吼。这本册内底呢，伊写着讲伊个人吼，可能是天生的一种人民人的心智啦。讲伊大学的时代吼，都是去看到一个家庭足弱势吼。伊说医学院的。收入本来都无啥物收入，家己的生活费用吼是无用吼，拢走去咧帮忙迄个艰苦囡仔，迄个弱势家庭安尼。伊讲即个医生哦，足爱流目屎，看到艰苦人挡袂牢，就目屎流落来安尼吼。我想那即个医生界到即个年纪，应该对伊足熟才对吼。伊参与足侪的民主运动，包括228。改变吼，拢是伊当时拍拼出来。我咧讲伊个意思是讲，伊从少年时阵，伊阵也毋是基督徒，伊其实是读南一中的时阵，伫咱圣利路迄个天主教，受到神父照顾。伊个学舍，伊感觉讲，哎哟，哪有迄款外国的神父遐尔疼咱安尼？咱敢无家己本地人，煞袂晓去疼咱家己的同胞嘛？所以对迄阵形成一种的心智。就开始做山地服务，所以毋则写一本册叫做《天公听戆人》。伊咧感觉就讲，哎呀，世间吼上快乐的代志，无有比讲去帮助人，互迄个艰苦弱势人得到成功，也是讲得到帮助迄种的快乐。所以我相信台湾人会有一句俗语，这真正甲咱今仔的主题足合。天公听戆人，
戆人毋是讲迄大项代志袂晓做啦，是甘愿做戆代志，互人看做无利可图的事，互人看做吼家己的代志毋顾去顾别人的事安尼。所以这是这个陈英医师伊的这个70岁的这个主段。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有2个团队要就任，我相信你应该真清楚这个理念。若无你袂愿意接受这款的呼召，但牧师要搁一遍激励咱，你这款的服侍是赢得生命的服侍呢。这个服侍毋是一个普普通通我都有酬劳的，我都去麦当劳打工，我去7-Eleven打工，都1点钟100-200块，哇，感觉足欢喜的。迄个价值是本来就爱，但是呢，服侍主是得到生命。但服侍主是愚妄人的智慧啦，因为你要得到丰盛的生命。兄弟姊妹，咱若回顾这个耶稣所讲的譬如，咱都真清楚。第一，咱得到主的疼，就亲像迄个赚着5000块的萝卜共款，伊受懊恼，讲来，我搁互你加倍，你来我要来分享主的迄个喜乐。伊甲即个赚5000块的懊恼讲，好，搁尽中的萝卜。入来到我3角欢喜，这是上帝最后的一个评判。你有法度人因为安尼去领受到这个呼召无？这个呼召是要互你得到丰盛生命的呼召。第二，你这个呼召是你愿意做耶稣基督忠勇的战士啦。提摩太后书2章30所讲的吼，讲我愿意为主来征战，爱放弃一切世间的颠簸。为了主来做好的征战。第三，上宝贵的是讲，亲像腓立比书3章14节，保罗讲吼，我按初查的标来走，是安那？我是安那要袂记咧后面，只有努力向前呢。因为讲我要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对顶面吊我来的赏。这个赏毋是伫地面上的赏哦，是要互你伫耶稣基督对顶面吊我来。这顶面的意思就是一个超越着世间人的价值观的迄个美好永恒的生命的奖赏。所以意思讲，我服侍主吼，无啥物可图的，我是要得到迄个上宝贵的冠冕，迄个世间上水人得袂到的荣耀，是永恒的生命。过来，服侍主要得到丰盛的生命。请会记得咱基督徒。伫即个连续假日，真侪人走去外面露营去佚佗，去高速公路甲人塞车足侪人爱安尼，感觉讲这是世间的足工课足无用来安尼甘愿的但是咱甲时间用伫教会，你敢会感觉讲，互你的同事笑讲，哎呀，免遐无用啦，免遐尔执着啦，缀阮来去佚佗，敢毋是介好，少少的啦安尼。我有时定看到咱即里咱的自强里逐摆拢分一张单讲，来，咱某咪礼拜日咱要去倒去佚佗安尼我就想讲好，你拢无爱就一点阮教会人就别个时间去佚佗安尼有影，对人来看是减损的，但是对主来看毋是减损，因为你所用的时间，你用文字、用金钱来服侍主。上帝拢一项一项甲你记掉的，意思讲遮袂讲上帝目睭来讲你自我无看到，上帝一项一项拢记伫伊的簿仔内底，因为保罗甲咱做印证讲，为主工作绝对毋是突然的，毋是突然的，意思是遮袂一笔勾销啦，伫主的疼甲恩典的下面，伫个记录簿内底。因为这是要得到丰盛生命的部分。搁第二，咱除了得到丰盛甲喜乐以外，是呢，你服侍主上大的喜乐甲修成是啥物？你看到灵魂得救，看到灵魂得救，脱离迄个魔鬼邪恶的捆绑，伊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款的喜乐，毋是世间的金钱所会当换的。我看见一个人的生命，伊翻转，伊的忧愁变做喜乐，伊的烦恼艰难，煞变做一种的交托。
真侪遐咱的遮无道友，真侪遐的 best 一个来教会，讲听到咱咧带诗歌的时吼，伊讲毋知啥物原因咧，歌词嘛无一定捌唱做咧，啊，都敢若唱迄个诗歌，看到逐个人咧唱，伊就流目屎啊，真侪拢安尼哦。咱嘛毋敢甲人夸口讲哦，我唱的歌比迄五月天吼，啊，伫人诶迄个演唱场诶吼，我一届迄布置迄场拢开几千万，几若千万几亿诶，啊，声光效果足好诶，咱都毋是靠迄个，是因为圣神伫内面，圣神咧做工。啊，所以当遮诶兄弟伊咧做见证，互你感觉讲啊，哎呀，这付出是足值得的，对毋对？所以看见生命翻转。受苦来变做喜乐，迄个恩典是对遮所来。所以意思是讲，我要得赢得生命，是因为我家己的生命足丰盛、足充实，会堪你抵挡一切世间的引诱困扰。啊，我活了非常的实在。第二，我看见生命得救，我看见生命灵魂得到翻转，这是我上大的修行。兄弟姊妹。咱看见啊，这个约翰这个长老写批所讲的，讲按真理来行的，按真理来行的，就要得到什么？凡事兴盛，身体健壮，亲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啦。吼，讲凡事兴盛哦，身体健壮，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是咱常常爱祝福人的一段经文。啊，这也是拄则。啊，咱的师会魏鹏长老在祈祷中间有提起着咱今年咱教会的一个目标，也是讲咱的标题是啥物呢？就是讲丰盛生命活见证，为神基督传福音，迄个重要的经节的根基。兄弟姊妹，请会记你为主做工，先会堪得，互人讲你即个戆人。第二。你知影你咧做的是啥物？就像一个做事人，伫遐勒残，伫遐野种子、野肥，伫遐来挽遐个野草。人讲啊，你是咧无路用流汗咧创啥货？你当然袂互伊笑嘛。你知影讲，我是要到秋天的时阵，满满田园的收成。这是我现在流汗吼流目屎出去野种的。啊！我要欢欢喜喜来修成倒转来，用这个来鼓励咱今仔日所要就任的中职、就任的首长以及这个代祷团，请会记得，伫人看做是讲的，这你就承认讲啊，这就是对啊。啊，若是要甲人相争取遐世间的荣耀财富的，人讲啊，你这真巧哦，真牛。人啊，学到你真巧、真巧、真高的时，颠倒毋通欢喜。当人嫌你讲啊有够戆，吼啊平平亲情50，大家咧聚会、咧佚佗的时阵，你走来教会，互人感觉讲啊，你即个是戆人，也是讲去中着什物毒吼？啊，你讲啊，感谢上帝，多谢你甲我学落安尼啦。愿主的恩典，甲咱所有的服侍者三甲同在，也愿主的平安，甲咱三甲伫地。即时我要先带咱做一个祈祷，然后请这个中职，请这个侍奉者准备心，也要来做就任，吼，要来做就任。咱要来参加祈祷，主阮的上帝，看见圣经，互阮即款的勉励甲肯定，阮知影，阮来先做一个心灵的大扫除，先知影，阮爱会堪得，互人称呼阮是愚戆的。称呼阮是无能力的，称呼阮是无地位的，因为这个是世间人的标准，毋是上帝的标准。当阮的眼界看到风风雨雨的云顶的时阵，迄个太阳是何等的光明。阮也要弃除一切世间人看做愚戆的，要伫上帝面前得到迄个赢得生命的福璽。主愿你将即款的福气恩典，遐个眼界，赏赐伫即款今仔日所要就任的长老执事，以及所有的侍奉者，因为因是上帝你看做是尊贵的。伫你面前，我们献上感谢，
愿意施恩赐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下面来做进行这个服侍这个就任就任式呢，咱要分3个段落哈。第一段落就是长老的就任，因为咱的就任数拢无相像哈。第二是执事有7位，长老有2位。第3部分则是咱的机构首长、事奉团队首长，拢总有10位哈，有10位。咱先任首诗歌准备，咱请若要就任的，咱毋免客气吼。头前空位真多啦吼，咱空位足侪人歹势坐，咱就先坐来头前，要起来较紧吼。咱请谢牧师不按照长老，甲咱注意看名单，名单就任名单有漏搞无吼？咱先吟这首诗歌，吟首圣诗。愿我为哪听你？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长老甲执事准备哈。基督基督谦卑，求你守候。我心困求无你，哪句话哪听你？为哪听你？为哪听你？第2节。我去掉世间安乐得意，我愿帮大行，专心吹你，敬诚基督无你，哪句话哪听你？为哪听你？为哪听你？咱吟诗到这，这时要请新任的2位长老，吴信祥长老、栗志强长老，徛到伫头前，来做誓约，徛伫牧师头前吼。咱请同工甲这个银幕来拍字幕出来，咱拢知影讲因要誓约的内容是甚物哈？内容是甚物？第一是长老的受职礼哈，咱要设立的长老是吴信祥长老、栗志强长老。这时牧师来做宣布，这碟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要设立吴信昌、栗志强做教会的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3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的长老甲侍奉上帝话的牧师3甲来眷顾伊的教会。长老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若受交代，通代表同会、副中会、总会、多模教会的发展。但伫这个内容内底，伫讲起着长老的任务甲因侍奉的内容，所以下面2位长老有听见拄则牧师所念这服侍的内容，要请恁来就任的誓约吼。誓约了后，也要请会友，咱本会友徛起来做誓约吼。恁来听牧师问恁，咱应答来，咱看银幕吼，来应答我。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第二，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啊无？第三，
恁欢喜做富强同会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的头，协助牧师伫你教会内归荣光上帝。你有诚实遵这个意思来行啊无？第四，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啊无？感谢主，两位长老因是轮休搁续任，要搁线接来服侍主。我要请咱兄弟用誓约搁一遍，来甲因三甲同工服侍主。所以请所有咱的富强教会的会友来起立，请恁来回答，大声来应答，表示恁对两位长老的鼓励甲支持，兄弟姊妹，恁已经竞选吴信昌、栗志强来做恁的长老，你有诚实欢喜接来因啊无？第二，因照法度伫你教会，恁就欢喜承受来顺探，恁要要安尼行啊无？第三，恁就敬爱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就帮助因，互因较会尽做长老的本分。恁要要安尼行无？第四，关系保持教会特殊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释法，唔通四过报扬，致到妨害大局。恁要要安尼行无？感谢主，这时牧师要来做这个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富强同会小会官兵，设立恁两位做同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率行通知，互这个信徒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但圣神设立恁做长老，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伊，唔通出入勉强，是着遵着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做大牧者。就是大牧者显现的时阵，就要得到未败坏阳光的冕旒。感谢主，咱这时来三甲祈祷。主爱主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差遣信昌长老、志强长老，搁一遍续任来，甲小会三甲同工，甲你的罗卜三甲有份来，伫你教会兴旺教会。愿你赏赐因有上帝你来天顶的开力。特别，互因伫家己的工作、生活、家庭、事业有上帝你美好的看顾，通伫因的生活中为主来做好的见证。愿你也保守带领每一个会友欢喜顺服伫长老的领导，甲因三道工三甲配合，互主的圣会大大地兴起，福音那公传。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泡泡大家请坐，请两位向后转一下，咱这现任的长老啦，现任的长老来到头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就无麻烦这的牧者，这退休的牧者来头前，咱请现任的长老来握手就会使，包括两位要退任的长老咱请贾牧师来摕这个咱的受任书，受任书。回座来，好，我搁线接，咱请执事7位执事来到头前，7位执事来到头前，7位要就任的执事，我来念名单李维文执事、花文凯执事、陈秋怡执事、杨宗和执事，再来是吴泽豪执事、杨胜吉执事、甲戴婉如执事，有7位好。
当游玩咱听这会当看银幕啦吼，银幕也会当看见这个就任的内容。这时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要设立叶维稳、包文凯、陈秋怡、杨中和、胡泽豪、杨胜杰、戴婉如做教会执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竞选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的话，以及圣礼典。但这时要请各位执事来应答，会当看银幕知影牧师所要问恁的。第一，恁担要领受执事的责任，恁就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啊无？第二，恁愿意做富强教会的执事，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约要安尼行无？第三，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既然关系教会的事务，就倚靠伊来设法，恁约要安尼行无？第四，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教会的宪法甲规则啊无？这时，议员要请会友。恁徛起来誓约，来甲这执事3到5分来做主的工。各位兄弟姊妹，恁已经经七位的执事来做恁的执事，恁有诚实欢喜接落因啊无？第二，因替恁办理教会的事，恁就敬重因，疼痛因，替因祈祷，恁约要安尼行啊无？第三，关系保持教会的秩序，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予小会识法，唔通四过报扬，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约要安尼行无？这是咱大先先来做祈祷。主我的上帝，奉你的名来祝福4位属任也是新任的执事。主啊，因拢有上帝你赏赐因美好的特质。能力甲运数，也是得到众会友所支持、所竞选的。阮奉你的名来祝福因，互因知影，因有主通倚靠，有主的帮衬，因无孤单。也求你增进因的能力甲运数，也赏赐因伫工作、生活、家庭甲健康，逐项拢有上帝奇妙的保护，互因通安心、专心。有气力，通伫教会做服侍。感谢主，你竞选这优秀的同工，真侪教会领袖，互因有好的模范，通为主来做见证。奉你的名来祝福因，也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时我来做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教会富强同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富强同会执事，煞通知众会友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恁受设立做执事，协助牧师甲长老，就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名来得到荣光。感谢主，愿上帝施恩赐福，阿门。今日这位咱大家拍拍啊，甲因鼓励一下向后转，向后转向后转。这时咱请长老来头前做接纳，请长老，包括新就任的长老，请坐，请坐。来，就位指示，谢谢，谢谢。方和指示，满足指示，谢谢。更别指示，小好指示。咱请长老来，手势咱翕张相哦吼，请长老来，咱退一步好无？退一步，向后退一步，把恁夹起来。咱请翕相的同工准备吼，
咱车顶落徛起来顶悬，咱做迄一张相吼。那口罩会当暂时拔起来吼。好来，请同工迄一张相。口罩吼，咱请同工摕迄三本手册互我，徛中央哦，不要紧啦，不要紧啊，不要紧，不要紧，哎，就好，不要紧，不要紧。来好好，安尼好。好，咱搁一遍拍扑啊吼，请慢才离开啊吼。啊，才有3本的即个雷电谱。好，啊，咱的新执事吼，因开始要做书会服侍，啊，所以教会拢会送一本新的雷电谱，内面要安怎做礼拜，要安怎听书拢有啊，搁安怎祈祷拢有吼，啊，所以原做参考来啊，泽豪执事，再来是宛如执事，圣吉执事。咱个人拍拍个鼓励，多谢。啊，先回座，好。今日位哈，咱还佫有第3段吼，要是机关首长，啊，我先来做这名单的报告吼。名单的报告，就是讲咱的这个新任的机构首长有遮个吼，啊，我来念，啊，恁准备来出来头前，就是咱主席的校长龚玉凤老师。第2位是挂菜小组以赛亚牧区的小组长戴进罗执事，第3是保罗牧区的英典小组的小组长韩启志兄弟，过来是基顺小组基甸牧区的张志奇兄弟，还佫有第5位吼，咱有绕高去真实的啊，就是咱的这个圣歌队队长陈静轩队长吼，来先徛头前吼，啊，佫有第2部分哦吼。另外名单我来念啊，请您准备，就是咱的机关这个侍奉团队的首长有5位，廖小平执事是新朋友关怀团队，第2是李伟文执事交通服务团队，第3是李时宝老师大道服侍团队，再来第4位是胡泽荣执事雅音视听服侍团队，搁最后一位是李宗杰执事。是艺体休闲管理团队，来拢来头前好无？准备要来做这个服侍誓约，好来，安尼2边拢会使哈，好，安尼好，安尼较过来会使哈。这个誓约真简单哈，因为因大部分拢是中级，所以这个誓约是针对因的职务的服侍哈，我就做简介。那伫头前10位的侍奉同工，恁要领受拄则牧师所报告，恁所有关的职务，恁有确信这个是上帝调命啊无？第2，恁要领受所交托的职务，恁着我尽恁的职务，恁要安尼行啊无？这是我来做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副共同会小的官兵，设立恁10位同工来从事各方面的首长，通引带教会的圣工。但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伫上帝。感谢主，咱这个时阵。请向后转一下，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无吼？咱请贾牧师吼，贾牧师来我来报告，你是哪将这个任命书互因，咱再请中级来握手哈，有来翕一张相，首长落来来握手吼。头一位是咱的主日学校长，是咱的龚玉凤老师，举一个手好无？哈，咱来可以祈祷吼。龚玉凤老师吼，伊本身是幼稚园的专业。所以从事主持都已经足久吼。咱的陈秋怡校长吼，伊做10几档啦，所以想讲换一个新的人来领导，所以就下任，互咱的主席校长龚玉凤老师来领导，请咱替祈祷。因平常时拢伫地下室咧无闲吼，咱毋茫讲伫祈祷中为着因主持人的事工来祈祷吼。第2位是戴进罗执事，举一个手吼，戴进罗执事吼，伊是挂菜小组的小组长。挂菜小组的小组长，
咱即个满足长老本来是区长兼小组长啦吼，即马有咱的晋和执事，伊拄好卸任执事的职务，伊本来无用伫即个咱所有的即个财务吼，即马会当专心来领导即个小组。万较侪同工，特别是咱即个台语的兄弟吼，会当参加拜祭案即个挂菜小组的即个聚会吼。第三位是韩启志弟兄，来举手一下吼。是咱的应战小组吼，咱的即个波罗牧区的应战小组吼，拢有即个少年甲少年辈咧参与聚会，多谢伊欢喜接纳即个小组长来引带小组的进行。佫一位是少年的吼，志奇有伫遮无？伊毋知影通就任吼，无甲通知。无咱来第二场好，第二场吼。志奇伊是拄好是咱的。少年辈吼，社青啦吼，伊倒来伫台南咧服务吼，咱区长就邀请伊来做即个志奇吼，志奇的做技术小组，伊真活泼吼，真有能力，咱继续对伊祈祷吼，咱小等第二场啦，家补就任安尼吼。后来咱正过来是团队嘛，有新血轮啦吼，来要出引带，请咱来替因祈祷。头一位是廖小明执事，小明执事也手一个吼。咱是要做新朋友关怀团队，是咱这兄弟姊妹吼。有新朋友来有一个团队咧，甲因关心吼。要请小明执事。咱原来的团队的队长是咱的这个程佑长老啦吼，是程佑长老。真感谢伊的服侍安尼。过来是咱的李维文执事吼，要做交通服侍团队。维文执事呢？伊是接咱的花文凯执事，哈，文凯执事因为伊要过来接任这个咱财务的部分，吼，所以甲这个交通服务的团队来交互咱的委员执事，吼，因这少年辈来引带。第三吼是咱的慈宝执事，慈宝老师来，慈宝老师哈，伊是大道服侍团队啦，吼，服侍团队。我拄仔向讲执事哦，其实哦，伊有长老的资格，因为我看伊厝里伊故乡的家庭拢足够服侍主啦吼。但是伊甲迄个服侍的委任做硕龙长老啦吼。伊本身对即个服侍大道部分吼，甲咱的一定长老合作了非常好吼。咱多谢一定长老，伊遮侪档的服侍吼，即马换慈宝执事来。接棒来做主的工，咱甲伊拍鼓励一下吼。搁下面这两位吼，安怎讲是职务交换啦吼。原来泽龙执事是做艺体修仙，咱的总结执事是做影音服侍。因想想的讲，咱两个换一个身份哦，较清新一点吼，做工课资料更较煞拍吼。咱多谢泽龙执事，泽龙执影音团队。总结执事，总结执事，艺体休闲团队吼。这是咱请咱的小会员有来甲因握手来接去场上好无？生活队这个，拄则我名单绕到一个，就是咱生活队逐年拢有改选啦吼。虽然咱的竞选队长是从旧年吼就做，毋过因为先一年做，所以咱搁重新就任一遍，甲伊绕到伊真歹势。咱甲拍拍竞选执事，竞选队长吼，伊做。咱的这个献歌队吼，献歌队伊甲泽龙吼夫妇吼两个做伙咧服侍，咱请小会员来握手好无吼？做伙来翕相。咱真多谢遮个同工因吼，有诶是拢无任期诶吼，做几若档，做10档、10几档吼。搁一遍多谢遮个服侍同工啦吼，周报内底拢有写，但是我搁简单多谢咱下任诶长老、一定长老、硕龙长老、执事有7名吼，晋和执事、子兰执事、
丽华执事、山林执事、冠廷执事、惠琪执事、叶琪执事，这拢是到任轮休。咱多谢下任的首长，就是咱的邱仪校长、高班竹小组长、英展小组长是世杰执事，基顺小组长是邓如安，邓如安弟兄这拢是因服侍的内容啦咱也真多谢这下任的首长，就是新朋友关怀是下任的是谢承佑长老，交通服侍是花文凯执事大都服侍是黄一珍长老，雅音服侍是钟杰执事，艺体管理是咱的吴泽龙执事，都是因的服侍咱这的迄个时间的分配，咱看周报就会使，惊时间无够就是咱的大议长老、小会书记甲中执会书记咱下面呢，伫咱阁有车牌小可有点仔用到时间，但是伫车牌的进前，我要先邀请一位同工来为着咱的这个大道团队伊做见证做见证咱也要请陈怡萍弟姐妹第一堂有无？唔知一真长有来，咱拍拍来欢迎欢迎欢迎。来分享伊参加大道团队来。牧师、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参加第二堂。本来预备要练习用台语讲，不过练习那6分钟的时间要讲半小时讲不完。所以还是决定用我习惯的国语，那大家多包涵。其实我会成为一个代祷团的代祷者，就很像今天牧师讲的经文那样。在神选我来做这个服事的时候，我没能力，我也很笨，然后有一大堆缺点，但是神还是用我。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历程其实充满神的神迹，因为我的原生家庭不是基督教，是传统信仰，只有拜祖先而已啦。所以其实也是可以说我们家庭其实是没有什么信仰的。那因为我先生的家庭是基督教，然后结婚才跟着他一起练习，去教会聚会，参加敬拜，一直到我2个小孩出生以后，我跟着他上主日学，我才受洗成为基督徒。可是受洗只是受洗，我的生命并没有因为我受洗，然后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就是像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然后处理事情，我还是照着我原来的我在处理。我也不太会，我不会祷告，也可以说没有祷告。我也不会看圣经，只是礼拜天很乖的去做礼拜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会听到很多人的见证，生命见证。那时候的心态就觉得那种事情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这种恩典不会出现在我的身上。一直到10多年前，我的婆婆，她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也是我先生的生命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支柱。那她过世了，她一过世，我先生的支柱失去了，他就没多久他就生病，就那个忧郁症变得很严重，甚至有轻生的念头。那他的那种状态让我的生活充满了恐惧跟紧张害怕，然后我才发现这个事情这个状态不是靠我自己多努力我可以改变什么的。我那个时候才发现我真的很需要那个神，我需要有一股力量，那个看不见的力量来支撑我，不然我就快要被那种害怕那种恐惧压到我自己都要沉下去了。
更何况我还有2个小孩。这个时候，我才从我原来的教会转到富强教会来聚会。很奇妙的，我到了富强聚会的时候，那时候的诗歌就很安慰我。每次一听到诗歌，不管哪一首，眼泪就是一直流。然后我也参加教会的小组聚会，那时候是参加吃饱小组，然后姐妹们都很帮助我，支持我，她们成为我很大的精神支持力量。玉珍长老那时候还是代祷，她也主动来关心我，也为我代祷。然后因为我还是不会祷告，我只是靠人家帮我祷告。那个时候的吃饱组长，还有那时候牧师娘是蔡牧师娘，他们就教我说，我不能只靠别人，我自己要学会为我自己跟我的家人来祷告。那我不会呀，我的组长就买了那种祷告的书给我，叫我就是练习看着书上祷告词来练习祷告。那时候的心态，即使我心里很迫切知道我要祷告，然后我也照着念，可是那个祷告好像我的心里却没有信心，我不相信神有在听我祷告。然后我念那个词，我只好像对空气在念而已，然后好像是一种自我安慰这样。而且那个时候，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祷告词都是说：神啊，求你改变我先生，因为他才是问题的中心。他的脾气太坏，他很急，凡事要求完美，就是因为这样，才会为了一点点小挫折就受不了，然后才会生病。所以神，你要改变他，你要医治他。可是神很奇妙，神听祷告，但是他回应我的方式却不一样，不是照我的祷告的内容。他让我透过祷告、参加小组，还有那时候牧师办的很多的教会办的很多灵修的学习课程，神却改变的是我，不是我的先生，是我的想法不一样。我在家里跟我先生应对他的情绪的时候，我的回应的方式不一样了，我里面的力量不一样了。然后我发现，很奇怪，改变的是我先生的病却变得稳定了。他遇到挫折的时候，并没有像我想象的他那么没有办法经得起那种挫折，他会倒地站不起来，然后那个状况会很可怕，并没有像我想象那样崩溃。而且在我先生一样遇见挫折的时候，他迫切需要的时候，神常常会有很特别的恩典来给他，然后帮助他又重新有信心，然后又再有勇气继续往前行。我才开始慢慢经历到，祷告真的是有果效的，祷告是有用的，神真的是会听祷告的神。不管我当下祷告的时候，我认不认识，我是不是真的那么认识他，不管我祷告的内容是不是我真正需要的，因为神他知道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比我们自己还要更清楚，所以他会用他的方法来帮助我。有一天，我就那个中保代祷又在找人呼召，有人愿意来参加这个服事。那我那时候的小组里面有一个姐妹是瑞萍，她也在中保代祷服事，她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参加中保代祷？我很害怕，我说什么？我根本不会祷告，我还去祷告，帮人家祷告，我自己都不太会祷告了，怎么帮人家祷告？祷告错了怎么办？然后瑞萍就跟我说，其实一点都不难，因为中保代祷里面都有每一个姐妹需要的
代祷卡写在上面，我们只要照着他们的需要，照着上面的字念给上帝听，就知道神自己就会动工。然后瑞平也很分享很多他在密室里跟神亲近、安静自己、为人代祷的时候，他自己经历到的跟神的交通，那种恩典跟感动。那个时候的我其实蛮渴慕认识神跟神亲近的，所以我考虑了很多天，我就很勇敢的去报名了。从报名开始一直参加到现在，然后在参加中保代祷服事的这几年，我的确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我发现当我们愿意顺服自己，然后我们摆上自己，愿意去学的时候，神就会用我们，而且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他知道我们欠缺什么能力，然后他就会来帮助我们增加这个能力。在我代祷服事的这段时间，神都知道我那时候欠缺什么，然后代祷室里面有很多灵修书，那个书就会特别很多的书里面就会跳出来，然后让我看到它，然后我就会去读，然后我的能力就开始增加，然后装备我，不知不觉里面我这样练习，我现在越来越勇敢祷告了，然后对祷告也很有信心。然后我慢慢发现，原来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受益最大的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人很习惯看到人家有欠缺，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我帮你写代祷卡，我帮你祷告。可是我们从来不会想到，我们自己也可以写，我的家人也可以写。可是因为我在代祷室里面每天看那个代祷，然后那里有空的，所以就有很多时间，然后就想到就帮自己的家人写代祷卡，帮自己写代祷卡，所以我的家人跟我自己就更多的蒙福，凡事交托，祝福就更多。今年应该说去年了，新冠肺炎，我们代祷服事的密室就关闭，不能亲近神，必须在家里。那个时候感觉在家里一样是祷告，可是那个感觉就觉得好像失落了什么，那种气氛就是不一样。一直到10月底，中保代祷的密室又再度开放，我又可以进到里面去，安静自己，亲近神。那第一天进去的时候，那个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好像回到家，天父的家，那个心是非常的平静安稳。所以我欢迎你们也来加入这个中保代祷的服事恩典的行列，一起来经历这个神信实美好。你们需要代祷的事项，其实在外面就有空的那个代祷卡，真的要好好的利用。你们可以书写，就会有一大群的服事的同工每天来为你们祷告。这个祷告的事情也是都会保密的。我的见证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多谢云平的美好见证哈。小可时间有甲咱拖小可，咱望伊的见证，互咱更较大的信心啦吼。咱望较侪代祷勇士吼，来参与伫这个中保代祷团队。咱的这个新任的慈宝老师吼，伊诚做咱的首长，要靠咱。望较侪人来报名哈，互伊感觉讲有信心就对啦吼。像较早咱咧支持咱的一真长老吼，因的祈祷团队真侪事工做真好。只是我要请咱遮个伫台语礼拜遮个代祷团队的勇士吼，咱另外唱这条诗歌，拄则唱这条诗歌379首，毋免换音幕袂要紧，咱周报就好。第一节在唱的中间，咱请。即个代祷用来到头前哈，来到头前，咱第一节就会使，来准备吼来。我为了听你，咱请祈祷勇士来到头前。为
开始行，不要紧，来。中买咱徛2排袂要紧，哈，2排袂要紧。咱来看银幕，也是看这张红色的纸，台语的部分，台语的部分。啊，我永远要请咱大家哈，做伙坐声来读。啊，咱下面的兄弟永远会来看，会来替因祈祷哈。看头前啊是看银幕，啊看家己的这个啊台岛车牌单哈。啊，当讲我的时阵，恁大家拢念家己的名哦哈。啊，来看第一项哈，第一我。做念，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甲差派，忠诚委身伫教会中保大道事工。第二，我愿。第三。阿门！那个泡泡鼓励一个来，咱请向后转，向后转，向后转。啊，这是大道勇士。我毋茫讲，你嘛是中间的一个。咱的教会哈，也无到24小时拢有啦，吼，即嘛是干那白天尔定。啊，有的教会是24小时哦，迄个祈祷的会拢无断。啊，咱遮需要伊祈祷勇士来参加，一礼拜。上至少1点钟就会使，啊，咱就为着因做祈祷，啊，再来互因转去吼。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差派阮这边拢总有几啊10位的同工，正做大道勇士，要参与伫阮第42期的大道勇士的行列。伫这4个月中间，因每一礼拜，甲一段时间分别做成，到伫祈祷室。甲主亲近，也奉你的名来祝福所有需要代祷的兄弟，也做守望。求你赏赐因信心甲气力，所做的工，上帝你亲自甲因应允，也互因的祈祷看见上帝的应允，搁较有信心，搁较有成就，搁较有上帝你的应允来，互因看个高效。主啊，愿你保守搁较多兄弟，愿你参与伫这个代祷勇士的中间，愿的教会。这个祈祷网更较健全，上帝你的恩赐甲看顾更较大，伫阮众人的中间，阮奉你的名来祝福，这个祈祷勇士，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多谢泡泡，感谢多谢啊，请回座，咱请师会来主持奉献，大家简单的报告。咱即时来奉献。伫奉献中间，我来简单报告。后礼拜的书会是花文凯执事，咱集体交通伫第2点、第5项有小可有更正哈。咱中执会书记要来请廖秋平执事来执行。第3点，请咱第1届参加中保大道的兄弟姊妹，咱伫第1堂礼拜煞，请伫10点半之前伫教育中心1楼来集合。有同工要来说明，请咱会当伫使用咱教会迄个奉献袋，咱有一个黄色的袋子，请咱按照咱家己的感动，会当较侪兄弟姊妹来参与咱教会的月定奉献。咱来读金赞哈，咱今年第1个月金赞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19节，咱做伙来读一解。耶稣惊我去甲因讲，上帝已经将天顶地的一切权柄拢予我，所以恁着去召万民来做门徒，甲因洗礼，
互因归爸囝圣神的名。请咱起立，因奉献的诗歌，圣诗380首，甘心的奉献。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多无比，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你所想事。请坐，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谢谢。多谢咱今日较侪节目吼，多谢魏鹏长老用足好的时间控制，伫咱奉献的中间顺续做报告。其他资料真详细，佮记伫周报内底，请咱大家慢慢仔看吼。拄则咱有读即个台语的金句啦吼，咱有即嘛后礼拜咱也改做迄个台语汉字，大家较惯势。读台语汉字的金句啦吼，因为像咧和本安尼读了较惯势，咱会甲换过来吼。今仔日真欢迎，咱有两位的即个朋友来咱中间新朋友吼。第一位是林香如姐妹，林香如姐妹伫遮无？香如姐妹哈，先离开哈。后来第二位是吴杏如是无？吴杏如姊妹，好，李老弟，欢迎你，欢迎你来。真欢迎你哈来参加哈，今日你来参加。愿主祝福保守。咱真歹势，今仔日因为元旦假日吼，咱无准备中昼顿哦吼，咱等于家己食欢喜，爱食的安尼吼。愿主祝福咱。好，多谢。咱第二场永远有迄个带导团队的就任，甲咱即个志奇的补就任哈。好，甲这个时间来交咱师会。阳光最先被上帝，阳光显亮，精神三位一体，早地的现在的将来要永远的无穷无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帮助相通，甲今仔日所有就任的同工、大道勇士，以及所有兄弟姊妹三个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受车庆生吼，咱请今仔日这个月受车，请徛起来好无？受车吼几啊10位哦吼，有伫遮，咱拢来唱台语诶生日快乐歌，要请春如兄来分啊，唱来，做来唱来，做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万事顺好你，祝你生日快乐，春如兄。
来翕相哦，来翕相，来爸爸啊！咱来为着这受车祝福，来结束哈。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伫新年的头一个主日，我为着这几10位的受车，无论伫现场还是外面，求你大恩赐福伫因身上。互因新的年的开始，也伫受车的祝福的顶面，因伫工作、生活、家庭以及健康，逐项拢有你美好的带领。赏赐因丰盛的生命，我为主做见证。也愿你受恩赐福，互阮这兄弟姊妹，大家人伫这连续假日，有的出外，有的对外地转来，求你拢保守，因一路拢平安。搁一遍奉你的名祝福大家，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平安，大家顺行。咱下个礼。